咱来关心国内的消息，咱的永鹰高教机这个战力是渐渐齐全，台东志航基地的空军联队未来会专职作战的任务。也那原本的飞行指挥部，今仔日升格变作是空军的飞行训练指挥部。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典礼。另外，咱陆军的金风部伫昨进行操演，来模拟每时作战的状况。 榴炮发射照明弹模仿敌方无人机甲直升机，指挥官一声命令，各式的机枪、机炮架、战车炮火流齐发，对空对海密集来射击，场面真震撼。 这是陆军金风部3日暗时实施的太武操演，是对2009年14年来不再执行夜间的射击训练，确定敌军伫海上无共前方下，也有暗时的状况下进犯，咱军以火炮反制，成功消灭来犯的敌军，强化实战的能力的同时，嘛要培育下一代战力。 永鹰高教机3机一组进行空中训练式 ，AT3高教机伫后壁接受代表交棒团成，并且铺出国旗配色的蓝色、白色、红色彩烟。因应台东志航基地空军第7舰式战斗机联队未来专职执行的任务，原本是由空军官校的飞行指挥部，采一升格为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，会正做培育咱国飞官重要据点。不担任飞官的退伍飞自卫防射官也穿青色的飞行服来参加。面对 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，我们的每一位飞行员都对国家充满了使命感，希望能为国家安全建立起一道铜墙铁壁的屏障。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编成典礼，并且和外咱国3馆的教练机因见指挥官对零开始，教员负责来捍卫领空。所来66架新式的永鹰机慢慢取代老旧的机型，以3阶段2个机种方式来训练飞官。 可以更快速的衔接我们主力战机的各项战技以及飞行技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